為咗食多幾蚊，唔見咗50幾蚊，我做咗件傻事。如果你買入咗一隻走勢強勁嘅標的，佢本身有題材，又有人氣，走勢仲非常強勁，但係每日盤中嘅時候，你成日諗住要做 T， 總係諗住等佢拉升嘅時候就賣咗出去，之後又幻想住賣咗之後會即刻下跌，跌少少，你仲可以接翻嚟。如果話你成日都有呢種諗法，咁即代表你根本就係一個唔成熟嘅散戶，而且你永遠都賺唔到大錢，食唔到大肉，每次只可以食少少細肉。我講下我前幾日自己一個真實案例啦。前幾日我有一隻阿里巴巴都攞咗成個月㗎啦，到9月10號嗰日佢高開低走，當時我就犯咗呢個錯。當時我就諗，已經升咗咁多日，10號開市又高開低走，佢會唔會已經升完呢？不如呢個時候做個高拋，等佢跌翻落嚟再做低吸。當日就143蚊放咗，打算135蚊再買翻，賺多5蚊嘅差價，唔好咩？於是嗰日一時衝動就做咗呢件傻事。喺10號臨近收市嘅時候做咗止賺，之後就等佢跌翻落嚟再低吸，點知第2日都冇等到機會接翻，佢低開高走，打算等多日，點知第3日直接裂口跳升10幾蚊，上到153，而家190蚊都嚟緊啦。我計過下，我最少賣走咗50蚊嘅升幅，當時只係想做個 T， 諗住賺多嗰4、5蚊，點知反而唔見咗50幾蚊。所以我想用自己呢個真實案例話俾大家知，當你真係有勇氣買到一隻走勢強勁嘅標的時候，即代表你已經克服咗自己嘅心理障礙，同時又承受住比較大嘅風險，咁就一定要攞到好高嘅回報，咁你嘅盈虧比先至抵。千祈唔好為咗少少嘅蠅頭小利，成日滿腦子諗住做 T， 好容易就會將佢賣飛㗎啦。